里呀？小七，小七。几天不见，我小七小棉袄穿起来了，入冬了我们。3七分的小七啦，在哪里呀？我们来人民医院挂水来了，不是挂水，是做雾化，喉咙有点痰。妈妈呢？妈妈在哪里？妈妈，谁？拍拍手，怎么拍的？拍，你拍一，我拍一。哦，他想看电视，这边有个电视的，我在看电视。我们不看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看妈妈，看妈妈。这么小眼睛要看坏了。妈妈。呀，小宝宝，小七宝宝。他在我们后面嘛，他直接穿上就好了，对吧？不要我们直接。哦，不怕，马上。